好啦，講到衛星賭場啦，衛星賭場咧唔係淨係衛星賭場，其實個個議員都講咗啦，衛星賭場，因為咧驚咧有成萬幾人咧會有問題，有兩批人講咗好多次俾你聽，衛星賭場本身如果結業嗰班人，你哋有咩措施揾嘢俾佢做？衛星賭場自己又唔係成批公司，好啦，成批公司嗰啲衛星員工係二等二等員工嚟㗎，二等啊，因為咧 Super 2係27，Super 咧就3萬，喂，呢啲係咩態度嚟㗎？點解佢哋二等員工嘅咧？喂，呢啲冇理由跟住咧勞工局知㗎，又係唔做嘢，講咗俾佢聽，開咗個卷宗3月21號。今時今日都未有下文，1個月。喂，嗰啲不公平，即時日日都係違反嗰個同工不同酬，日日都喺度違反，又唔交代。高天賜議員呢，你哋都有係關心過咧衛星場嗰個問題嘅。咁而家我哋做一個即係整體嘅回應。喺衛星場方面呢，特區政府咧一直按照依法、健康、有序嘅原則，規範博彩業嘅發展。對於衛星場、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咧，已經設立咗3年嘅過渡期。特區政府會依法做好衛星場嘅過渡期即將結束嘅相關協調工作，同埋預案嘅措施嘅。咁呢個係大家關心嘅工作咧。我哋會係而家正在進行當中嘅。